咁因為咧就普通話咧就已經有晒㗎啦，65卷嘅錄影爭希伯來書呢一季搞埋佢，咁就全部66卷有晒錄影㗎啦。不過刨冬瓜咧有啲人就聽唔慣，咁整翻卷廣東話，咁以後都睇下錄得幾多卷就幾多卷啦嚇。好，嚟切。冇錯。好啦，今晚我哋查羅馬書，咁我哋又照例啦嚇，先讀經文，由第一章1節至到第7節，寫信問安祝福。一個字先。漢語聖經協會錄製羅馬書。呢個大聲啲啊！羅馬軍隊啊！羅馬軍隊啊！我係耶穌基督嘅僕人保羅，蒙主召喚做使徒，專門負責去傳上帝嘅福音。而家寫呢封信俾你哋喺羅馬嘅信徒，為咗講明福音嘅真理。呢個福音，上帝以前藉住啲先知喺聖經裏面應承俾我哋嘅，係關於上帝嘅兒子主耶穌基督嘅事。按人性嚟講，佢係以色列王大衛嘅子孫，而按照聖潔嘅神性講呢，因為佢從死復活，以大能力顯明佢係上帝嘅兒子。我哋從佢嗰度得到恩惠而成為使徒，為佢嘅名到世界各處傳揚福音，叫人信服真道。而你哋亦係得到耶穌基督揀選嘅。羅馬嘅弟兄姊妹，你哋得到上帝眷愛，被選召做聖徒，願天父上帝同主耶穌基督恩待你哋，賜平安俾你哋。首先，我要藉住耶穌基督為各位感謝上帝，因為周圍都知道你哋喺信心上嘅美德。好啦，我哋睇睇保羅寫信問安呢個嘅自己稱呼自己，同埋咧就點樣稱呼對方呢個好多喎，好多。羅馬哥林多前書，全部嘅係冇錯，呢個快到現聲。好啦。呢度睇唔到全畫面嘅嘛？你睇嗰個？睇我嗰個PowerPoint嚟上。睇 PowerPoint。我自己睇我自己 PowerPoint。好啦，咁我哋睇睇呢個經文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咁呢個咧就少少非一般啦。因為大多數書卷都係使徒保羅，咁呢度咧就加咗個僕人咁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咁呢個奉召為使徒就例牌菜啦，差唔多。咁呢個冇乜特別，我哋都唔需要點討論啦
咁啊，總之呢個保羅咧就係耶穌嘅呢個僕人並且咧奉召為使徒啊。好啦，特派傳神嘅福音，咁呢句咧即係羅馬書獨有嘅。咁啊，所以咧呢個保羅就自我介紹我係一個傳福音嘅保羅。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從呢字裏行間咧，大約都估到呢卷書咧，羅馬書都係講福音噶啦咁啊，從後邊嘅經文，吹冷氣，整高一度，如果唔夠先至，整杯水先，杯水先，不過唔緊要。我黃體明個三圍就，你就咯。我點知你有幾多親朋戚友會？你話你教會要一圍啦，啱啱長姐班咪即係圍咯，你話教會要一圍咧？一圍都夠。佢哋個關係可能有好多人。所以羅馬書咧，保羅就介紹自己特派傳神嘅福音佢係一個傳福音嘅人。咁跟住第二節即刻講呢個福音啦咁所以呢個主題好鮮明羅馬書就係講福音嘅。咁呢個福音係咩咧？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嘅，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呢個福音咧嗰個中心點就係先知曾經講過呢位嘅應許嘅神嘅兒子耶穌基督。咁耶穌基督係乜嘢咧？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點啊？夠唔夠？我想直吹我哋好問。咪直吹？會咩？吹唔到我㗎，冇吹過我㗎。吹唔到。係直吹。你想直吹直吹唔係好舒服㗎喎，轉下好啲嘛。你想直？佢熱嘅佢。最尾你都知你有可樂嘛？佢唔舒服㗎。你話咁頸㗎？咁又吹唔到你。不嬲吹唔到佢嘅。冇吹我嘅，唔係因為嗰邊冷氣吹唔到，所以係要加把風扇先。好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就PowerPoint 嗰幅圖咧就不斷嚟到去解釋福音個中心係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咁耶穌基督係咩嘢咧？咁兩個形容詞，按肉體就係大衛嘅後裔，按聖善嘅靈，即係屬靈嘅角度從聖靈嘅角度嚟去睇，就係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係神嘅兒子好，咁所以咧就係全方嘅保羅福音，神嘅兒子耶穌基督咁然之後咧就兩個嘅角度肉體嘅角度，聖善嘅靈嘅角度咁佢係邊個咁按人性嘅角度咧，咪係大衛嘅後裔咯按屬靈嘅角度聖靈嘅角度咁咧就係以大能顯明復活嘅大能顯明係神嘅兒子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咁呢個咪保羅傳福音啦，傳福音嘅保羅啦，就係受咗呢個恩惠使徒嘅權柄咁樣咁咧就嚟去傳福音啦。咁傳福音當中，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啲人其中就包括你哋啦。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咁嗰邊保羅點稱呼對方讀者咧？就你哋係為神所愛蒙召作聖徒嘅人咁簡單講就係神愛你哋啦好啦，咁所以咧就呢邊
就不斷有解釋全福音啊，福音嘅中心啊，咁所以咧好明顯咧，羅馬書咧就係講福音嘅，咁啊由第16節第16節開始就講福音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最後嗰句啦，願因為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咁呢句就例牌菜啦，咁所以冇乜特別，唔使討論啦，咁我想問一句，咁羅馬書寫俾嗰啲人咧，係啲外邦人啦，定話係信徒嚟㗎？信徒梗係信徒啦，咪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其中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一定係信徒噶啦。呢個係啲信徒。咁所以咧就從呢卷書嘅開頭，保羅點稱呼自己？我係個傳福音嘅保羅。咁呢個福音嘅中心係乜嘢？就係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係邊個咧？從肉體嘅角度，從聖善嘅靈嘅角度，咁稍微介紹一下。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就係講福音。我預備咧同大家講福音。咁呢個冇得走噶啦。好，咁呢一段冇問題。咁跟住咧就我哋睇由第8節至到15節。8到15。首先，我要藉住耶穌基督為各位感謝上帝，因為周圍都知道你哋喺信心上嘅美德。每逢我禱告嘅時候，都時時提起你哋，為你哋祈求感謝。呢樣嘢，我全心全意侍奉嘅嗰位上帝可以幫我做證嘅。喺我嘅禱告之中，我亦都時時懇求上帝，照佢嘅旨意，如果得嘅話，我希望能夠同你哋見下面。我真係好想見你哋嘅，同你哋分享屬靈嘅福氣，使你哋堅強，亦都可以藉住彼此嘅信心，一齊得到安慰。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哋知道，我曾經好多次想去你哋嗰度，要喺你哋中間收穫一啲福音果子，就好似喺其他外族人當中得到嘅一樣。可惜到而家仲有阻滯，未能夠成行。無論係希臘人，唔係希臘人，聰明定係蠢嘅人，我都欠咗佢哋一份福音嘅債。所以我好希望可以盡力將福音傳俾你哋喺羅馬嘅人。我一啲都唔會將福音當為可羅馬嘅人。好啦，咁呢度保羅咧就開始例牌菜啦，又係為佢哋咧感謝神啦。第一，我靠着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天下。咁所以保羅咧喺呢度寫上文安。寫上文安，咁我哋睇咗啦。咁傳福音啦。咁跟住咧就為佢哋感謝神。感謝咩咧？為佢哋嘅信德傳遍天下，嚟到去感謝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侍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嘅提到你們
好啦，咁所以咧就呢個羅馬書啊，佢為弟兄姊妹咩嚟禱告咧？啊，感謝神咧啊，就係信德啊。咩叫信德咧？啊，就係信心的德行。信心的德行咧，即係話因着你信靠神，你嘅信心所產生出嚟嘅德行，咁即係咩啊？行為啦。即係信心好抽象噶嘛。哎呀，我信靠神啦，我依靠神啦，我好相信神噶咁樣。咁但係問題，咁你實際上有啲咩行為咧？好似雅各書咁樣所講，有啲咩表現出嚟啊？啊，咁表現出嚟咧，嗰啲就德行啊。我定時定候翻教會啊，我係侍奉主啊，有困難咧我就會禱告，有好嘢咧我就感謝主咁樣啊。咁呢啲表現出嚟信心嘅德行。啊，咁啊，其實即係用雅各書嘅説話講，啊，咪信心所產生嘅行為咯。OK，咁所以呢班弟兄姊妹咧唔錯喎，啊，有信德嘅喎，啊，並且傳遍天下啦嘛，啊，好多周邊嘅教會啊都知道佢哋啊係嗰個信德唔錯啊。好啦，咁啊，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啊，懇求啊。咁啊又係例牌菜啦，啊咁啊感謝神啊，跟住咧就祈求神啊，咁啊呢啲保羅書信例牌菜啊，咁啊懇求咩咧？或者照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裏去，咁所以懇求就係往羅馬。呢個就係保羅嘅禱告啦，得平坦嘅道路往你們那裏去啊！因為我切切嘅想見你們，要把一些屬靈嘅恩賜分給你們啊！咁啊，所以咧就有兩個目的往羅馬。第一就係分啲恩賜俾你哋，咁啊分啲恩賜俾你哋咧啊！咁呢啲解經家就又 word study 啊，又咩咁樣啦啊！嘗試嚟到解釋啊，咁所以其中有啲特別靈恩派咧就好中意解釋啊。我保羅有啲咩恩賜嗱，而家分緊啲俾你啊，神蹟恩賜、醫病恩賜啊、方言恩賜啊、咩恩賜啊，分啲俾你啊，分啲俾你。咁睇但係呢個解釋啱唔啱咧？啊，從字嘅角度可以咁講啊，恩賜啊嘛，咪就咁。但係你睇埋下文，使你們可以堅固。嗱，我分啲恩賜俾你咧，你哋會堅固，你嘅生命咧，信心會堅固。咁究竟係醫病嘅恩賜咁樣，你哋會堅固啲啊？方言嘅恩賜，你哋會堅固啲啊？我分啲全方嘅恩賜俾你哋會堅固啲啊？唔係邏輯喎，分啲恩賜你哋會堅固啲嘅咩？你有嗰啲恩賜，你會堅固啲嘅咩？恩賜俾你服侍噶嘛，俾你堅固嘅咩？好啊，繼續，這樣我分完之後咧，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分完之後咧，啊，大家都好安慰啊，即係啊，你又咩信心，我又咩信心，啊咁啊分完之後咧，啊大家咧就好安慰啦。咁因此同堅固同安慰有咩關係咧？所以呢度咧，你用上下文嚟解釋啊，呢度咧就唔係講緊我哋服侍嗰啲才幹嘅恩賜，係講緊神嘅恩典。因為恩賜呢個字喺原文就係 grace 啊 charis 啊，咁呢個字咧，你放落去才幹啊，就係講一般我哋翻譯嘅恩賜。你放落去神嘅恩典，一般我哋咧就翻譯恩惠或者恩典，都係嗰個原啊 charis， 即係明愛啦，就 characters 啊嘛，就係嗰個字啊恩典。
所以明愛咧 characters 就係嗰個字 charis 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度恩賜呢兩個字啊，我唔知咧和合本突然間會翻譯咧恩賜，其實翻譯恩惠更好啊。我想將一啲屬靈嘅恩惠同你哋嚟有分享，分享完之後咧，大家可以堅固，大家喺度同得安慰，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見到面嘅時候啊，我分享下，哇！神啊，帶領我啊，去邊度傳福音啊？唉，保守我性命啊！冇俾猶太人咧用石頭掟死啊！哇！神真係喺我身上好大恩典啊！咁啊，羅馬弟兄姊妹啊，係啊，我哋發覺都係神好好啊，俾好多恩典保守我哋，咁咪同得安慰咯。咁啊，大家嘅生命咪堅固啊！其實即係團契，啊！咁啊，所以咧分享完之後咧，我哋大家呢個信心咧就更加堅固，更加咧安慰，呢個第一。咁所以保羅去羅馬第一個目的就彼此分享、彼此團契，呢個第一。第二個目的係咩咧？13節，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裏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咁啊得果子。好啦，果子，如果我哋解原文或者解聖經，聖經講果子咧有兩種，一種叫生命嘅果子，聖靈嘅果子，仁愛、喜樂、和平、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爭咁過嘅。仁愛、喜樂、和平、恩慈、良善、信實咯，跟住咧就溫柔，咩溫柔節制？忍耐啊！忍耐、溫柔節制，爭咗個啊！咁呢啲我哋叫做生命嘅果子，聖靈嘅果子。咁係個人嘅生命，咁但係咧果子亦可以有另外一方面，就係福音嘅果子。咁呢度睇翻上下文，上下文釋經好緊要㗎，所以嗰啲咁樣嘅懶專家學者攞個字咧係咁樣轉龍角尖轉咁啊其實咧唔啱嘅，睇上下文就得㗎啦咁如同在其餘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論係希利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嘅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咁簡單咯，咪福音果子咯，咪傳福音咯。OK，咁所以咧，其實呢度咧就係傳福音。所以保羅為佢哋感謝神，信德傳遍天下。你哋信生命好好，咁咧我好想去見你哋。大家彼此團契分享呢個內部啦，我亦想周圍去傳下福音帶啲人信主無論係希利人、化外人咩人咁我都希望咧我傳福音。咁簡單講咁所以保羅咧就喺呢度咧由第一節一路至到15節，簡單講。呢個保羅好想去羅馬傳福音並且同佢哋分享咁傳福音就咁簡單讀聖經就唔好咁複雜咁睇上下文順住咧就可以。你又咳啊？係啱啱就喺美心都冇事嘅，一上到嚟可能一路美心着件字嘅呢度冷氣一衝。好啦，16節至到17節，其實呢兩節咧就係承接15節嘅，不過呢兩節咧我特別要分出嚟咧，特別要鑽研下，因為呢兩節咧含金量非常之高。我一啲都唔會將福音當為可恥嘅，因為福音係上帝嘅能力，
要拯救一切相信嘅人。首先從猶太人開始，然後輪到希臘人同埋其他嘅民族。事實上，上帝嘅公義就係藉住呢個福音表明出嚟，即係人由始至終都要持守信心，至可以同上帝有良好嘅關係。正如聖經咁講，義人必定會憑信心而得到永生。好啦，呢個廣東話聆聽版咧，都順便解埋經啦。咩由始至終都係信心啊！咁啊，所以咧就呢個同我哋和合本呢度本於信，以至於信啊！呢句咧就好襟解嘅呢句啊，呢句説話啊，我哋陣間先慢慢解啊。我不以福音為恥。好啦，既然講到傳福音。咁而家咧，保羅發揮下呢個福音為何物，即係呢度咧，福音為何物。首先第一，我不以福音為恥啊。有陣時咧，我哋都會覺得啊，即係以福音為恥。特別咧就係譬如啦一班校友啊，即係啲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啊。咁啊，個個咧撈到風生水起啊！咁我咧就做一個傳道人啊，呢間小堂會服侍啊，人工梗奀過佢哋啦啊！咁覺得哎呀，好似好寒酸咁樣啊！咁啊，冇人咁大成就。特別當時羅馬嘅世界，信福音嘅大多數啊，啲奴隸啊、基層，有錢好信主咧，係寥寥可數啊！喺基層嗰度好多信主。咁所以咧就人啲有錢佬睇你唔起啦，呢啲咁樣嘅啲咁嘅奴隸基層先信嘅啫，信埋啲咁嘅嘢咁樣啊。但係保羅話唔係，我不以福音為恥。咁所以有佢當時一啲嘅背景不以福音為恥，呢個第一第一不以為恥，呢個係對福音嗰種嘅態度。第二，福音嘅內涵，福音係咩咧？神嘅大能，神大能救一切嘅人，所以福音咧係救人嘅，係救人。咁啊，救人咧都有次序嘅，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啊。咁你發覺咧，就保羅喺羅馬書嗰度咧，就常常咧就講猶太人同埋希利人，就唔會一籮過所有人啊。譬如話嗱，呢個優惠咧，就俾呢個嘅成人，亦都俾兒童咁樣啊。咁你分開嚟講或者唔係咁講呢個福音咧就俾長者，亦都俾一般成人嘅咁樣咁就驚你唔知以為淨係俾長者咁所以咧分開嚟講咁咧就唔係淨係猶太人，希利人都有份，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即係藉着呢個福音，呢個第三啦藉着呢個福音，神的義就顯明，神嘅義顯明咁你即係話以前咧，我哋就唔係好睇到神嘅義但係透過呢個福音，耶穌基督釘十字架耶穌基督釘十字架，顯明咗呢個神嘅義出嚟。神嘅義咧就讓人睇到啦，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咁呢個義係點樣一個原則咧？就係本於信，以至於信呢個第四啦呢個義係本於信，
以至信。咁呢個係和合本嘅翻譯。我哋再聽一次聆聽版，點樣讀先？住呢個福音表明出嚟，即係人由始至終都要持守信心，至可以同上帝有良好嘅關係。正如聖經咁講，義人必定會憑信心而得到永生。好啦，佢就話由始至終都係信心，由始至終都係信心。由始至終啊，即係由信心開始，由信去到信心嘅終結，由始至終啊 ，all along 都係信心。其實如果按希臘文嚟講咧，呢個嘅信呢個本於信係咩？係翻譯英文咧，就係 from faith。以至信係咩咧？就係 into faith。呢個希臘文啊，希臘文咁樣咧就係要寫希臘文啊，就係 ek 啊 pistis 啊，就 as pistis 咧就係 faith 啊 ek 就係 from as 就係 into 啊。好啦，咁樣嘅一個咁樣嘅 grammar 啊，一個 phrase 啊，就係 from faith to faith。咁啊，究竟係咩意思咧？咁樣咁啊，所以咧就呢個聆聽版咧就將佢啊照直譯啊，就係由始至終啊，都有少少解釋到嘅，有少少主觀嘅解釋㗎啦啊。如果純直譯咧，應該就係從信心進入到信心。咁但係呢個咁樣嘅希臘文呢種咁樣嘅呢個咁樣嘅文化嘅格式咧，喺整本聖經裏邊咧，有另外一度好相似嘅啊，另一度好相似啊，就唔係 from faith to faith， 係乜嘢咧？就係 from death to death。我哋睇哥林多後書啊。學下呢個 word study 啊，呢個 word study 都幾盡心嚇，即係唔單止淨係睇個 word 啊，睇埋個 phrase。哥林多後書第2章14節，保羅咧講到佢一路神帶領佢傳福音啊，佢傳福音係佢嘅經歷係點咧？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着我們的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啊！咁所以我哋一路傳福音，一路咧散發緊一種基督嘅香氣。咁呢種基督嘅香氣會係有咩結果咧？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嘅人身上，都有基督嘅香氣。咁所以我哋傳啲香氣出去咧，對得救嘅人啊又有香氣，對嗰啲滅亡嘅人亦都有香氣嘅。咁你話即係咩？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啊。咁咪即係話咧，我哋傳福音有陣時咧，我哋散發基督嘅香氣。咁啊，嗰啲人，這等人啊，咁咧就死咗；嗰啲人咧就活咗。咁你話我哋傳福音會定人生定人死嘅咩？
我哋傳福音點會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即係毒氣啦。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我哋解下呢個中文先。我想問你點樣我哋傳福音散發基督嘅香氣？有啲人就叫佢死，有啲人就叫佢活，即係點啊？佢信嘅咪得永生咯，佢唔信嘅，將來神咪審問佢咯。你唔信耶穌基督咁你咪被定罪咯。所以我哋好大權柄噶，我哋叫人生叫人死噶，當你一講福音，佢信咁啊得生命，佢唔信受審判，咁啊當然仲有機會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傳福音嘅時候散發一種基督嘅香氣，呢個亦都係福音嘅香氣。好啦，咁呢個香氣咧可以定人生定人死。好啦，咁佢呢個句式咧就係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咁啊死的香氣叫他死咧就係剛好咧就係 from death to death， from life to life， 啱啱好就係呢句咁嘅 from to 呢句嘅句式，呢種嘅 grammar。好啦，咁我想問你，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死的香氣叫他死，點樣從死到死啊？好啦，其實呢度咧就冇乜嘢圖畫方向嘅，純粹一個修辭，強調死寂from life to life，即係完全嘅生命，即係強調啊。咁所以咧，羅馬書嗰度咧 ，from faith to faith， 即係完全就係信心咯，即係強調即係佢呢個人除咗講錢就係講錢，除咗講錢就係講錢，咩除咗講錢就係講錢。就係一路都係講錢你有冇聽過呢句咁啊？有冇聽過呢咁說？佢除咗講錢就係講錢噶啦，係啦，係冇錯，係佢除咗講錢就係冇，除咗講錢就係講錢。咁啊，所以咧呢啲係啲修辭嘅表達咁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再轉咧去轉咩神學信心咧就係咁樣。由第一個階段去第二個階段去第三個階段，呢度唔係講緊呢嘢。如果你真係講緊信心，由第一個階段去第二個階段去第三個階段咧，可能有另外經驗講。我哋信心咧係不斷會成長會增加。好，咁所以呢度咧就將呢個福音有4點解釋。第一，保羅對佢態度不以為恥；第二，佢個內涵就係神嘅大能救人；第三，就係呢個義神嘅義就藉著呢個福音咧顯明出嚟。第四，呢個義咧就係由始至終都係憑嘅信心，完完全全係信心。咁所以基本上聆聽版講由始至終都係信心，都係 OK 嘅。呢個翻譯都唔錯好，咁所以咧就之前傳福音嘅保羅好想去羅馬傳福音，呢個福音就係咁咁呢4點咧係一個好籠統嘅一個嘅簡介啦，嚟講好籠統一個簡介。
咁咧就喺後邊咧就非常之詳細嚟到去講呢個福音啦。咁跟住由18節咧就講福音的故事啦。咁呢個福音的故事咧，亦都有陣時我哋傳福音咧都會講下呢啲，講下嗰啲。咁講福音，如果按邏輯講點解我哋要講福音咧？因為人有罪咁人有罪，神會審判我哋。咁就神唔想審判喎，派耶穌基督嚟耶穌基督咧洗淨我哋嘅罪喎，赦免我哋如果我哋信佢咧，咁咪得永生。咁基本上我哋識講噶啦，啲三福四律咁樣咁就係咁咯。咁所以羅馬書基本上都係講呢啲嘢嘅。好，咁嚟到17節有冇咩問題？好，冇問題。咁我哋繼續讀。而家講詳細講福音啦。詳細。義人必定會憑信心而得到永生。但係另一方面，上帝大發義怒，從天上降下懲罰，落到一切歪曲正義、拒絕真理、不虔不義嘅人身上。其實關於上帝嘅事，人係可以清楚知道嘅，因為上帝已經顯明咗喺人嘅心裏面。因為自從創造天地以嚟，上帝嘅永恆能力同埋神性係人明明可知嘅，雖然肉眼睇唔到，卻可以透過受造之物領悟出嚟，所以再冇藉口可以推搪話唔知嘅。不過佢哋雖然明知有上帝，卻冇敬拜佢，亦都唔去尊敬同埋感謝佢，所以佢哋嘅思想變得好荒謬。本來已經無知嘅心就變得更加昏暗。佢哋仲自以為好聰明，其實係愚不可及。佢哋攞啲會變壞嘅人飛禽走獸昆蟲呢啲嘢嚟做偶像，想取代呢位永不朽壞嘅上帝。因為咁，上帝就任由佢哋俾自己心裏面嘅慾念控制，縱慾行淫，以致互相做出一啲羞辱自己身體嘅事。佢哋用謊話嚟代替上帝嘅真理，又崇拜同埋侍奉啲受造物，但係就唔去敬奉造物主。其實只有主先至係永遠值得稱頌嘅，呢樣係真嘅。所以上帝就由得佢哋放縱情慾。佢哋嘅女人歪曲咗性嘅正常用途，做出反常嘅事。男人亦係咁，放棄咗正常嘅男女關係，欲火攻心就同性相戀，做出極其羞恥嘅事。佢哋一定會自食其果，受到應得嘅報應。既然人故意唔理上帝，上帝就任由佢哋俾自己邪僻嘅心態控制，以致做出種種唔應該做嘅事。佢哋嘅心塞滿晒各種不義、邪惡、貪婪、陰險、嫉妒、兇殺、爭鬥、詭詐、惡毒。佢哋又挑撥離間，背後講人閒話，埋怨上帝，欺壓人，又自高自大，無惡不作，唔孝順父母，喪盡天良，唔守信用，無情無義，冇同情心。佢哋雖然明知上帝警告過話，做呢啲嘢嘅人真係該死，但係佢哋仍然繼續去做。唔止咁，佢哋又慫恿人哋同佢哋同流合污。嗰個五色珠無字天書嗰個咩顏色開始㗎？多數都係綠，其實好難講啊！有啲係用黑，有啲係用金。其實睇你點樣靈活嘅，冇所謂嘅。不過多數都唔會講黑先嘅，
落緊針咯。因為你一開波咧就講人有罪咧，好鹹橙啊嘛。通常都係講神創造、神嘅愛、神嘅愛係啦，中間佢係有一刻噶嘛。係啦。通常去到中間先講黑嘅。咁但係保羅咧就按照嗰個邏輯次序啦，唔單止講罪啊，講神憤怒啊，個黑先。黑個物質啊，神憤怒啊。咁所以保羅咧一開波就係講神嘅憤怒。所以保羅咧講呢個福音咧，你可以話個 approach 咧都幾辣嘅啊。咁啊一嘢就係你知唔知道啊？神好憤怒喎咁啊！如果你同人傳福音，你話神好憤怒想殺咗你啊！猶太人都未必得。好啦，咁咧就係喺嗰啲不虔不義嘅人身上。咁所以一開波咧，原來神嘅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嘅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嘅人啊。咁啊，所以佢哋係阻擋真理。佢哋點樣阻擋真理咧？啊，咁啊又講下解下嗰啲人點樣阻擋真理啦。啊，就係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內啊。咁所以佢點樣不虔不義咧？解啦。首先人嘅心其實咧已經知道神嘅事噶啦，擺晒喺度噶啦。嗰啲嘅喺你嘅 DNA 嗰度你一出世，你會有一種對住呢個天嘅一種敬畏咁基本上90%嘅人對呢個天都會有一種敬畏不過只係我哋喺呢個城市活得太久咧，我哋忘記咗呢種原始敬畏嘅心咁呢種原始敬畏嘅心好多時咧就係喺你去到大自然一個漆黑嘅夜晚哇繁星滿天，你就會感覺人嘅渺小，你就話呢個宇宙浩瀚真係偉大啦唔知邊位創造主創造出嚟咧咁你嘅心就會有嗰種感應。或者當一個人苦惱跌跌去到絕境嘅時候，天啊咁樣咁嗰陣時就逼出嚟好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人心裏邊咧係知道神嘅嘢嘅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了。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你望下個宇宙大自然，其實人咧就好自然有一種嘅敬畏嘅心只係我哋嚟呢個大自然太耐。喺城市咧，你見嘅咧就唔係神嘅創造，係人嘅創造。嗱，呢棟摩天大廈，阿李嘉誠起噶。嗱，嗰個 K11就新世界嘅。哇，你睇下啲公司幾勁啊！啲公司幾勁嗱，呢個香港嘅奇蹟就係啲咩股票交易所一路咧就恒指17,700,3萬咁一路講。咁講緊呢個城市嘅故事點樣人嘅豐功偉績。咁慢慢你咪忘記咗神幾偉大就巴別塔以為人好偉大咁但係當一個金融海嘯一個呢個雷曼啲小事而家先大鑊。而家因為冇得翻轉頭，而家呢個叫咩經濟衰退夜繽紛
用咩魚蛋取代咩話？都唔識噏嗰句啊！成日阿劉夢熊講得好順嘅嚇，想用魚蛋取代咩？取代股票咩？廟街取代中環咩咁樣嗰啲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當咁嘅時候咧，人咧就會諗下呢個創造主苦過弟弟嘅時候好啦，所以咧其實我人心裏邊咧係有神嘅事嘅，係知道呢個宇宙係神所創造，只係我哋人離開太久，我哋喺呢個城市裏邊活得太久好啦，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咁所以埋沒良心，唔去榮耀神，不榮耀神，榮耀人榮耀人啦。香港點解會咁發達咧？因為有個超人喺度咯。於是乎咧就唔將榮耀歸俾神，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唔榮耀神，仲要將神嘅榮耀變為偶像。古代就將呢個創造主呢種嘅榮耀歸俾嗰啲牛鷹蛇呢啲咁樣嘅動物將佢扭曲變為偶像。今日我哋扭曲歸榮耀俾超人歸榮耀俾呢個大英帝國嘅統治歸榮耀俾呢啲商家推動香港嘅經濟乜咁，其實呢個亦都係變相將佢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嘅人和飛鳥走獸昆蟲嘅樣式。咁既然你係要咁做將佢變為偶像，神就任憑你，你中意咁嘛？好咁咪去你話要離家出走嘛？好走你睇走幾遠任憑你放縱，任憑乘着心裏的情欲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嘅身體。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門。未講完啦，呢個24、25節只係提綱挈領點題嘅咋就係將神嘅榮耀變為偶像，變為虛妄，變為情欲放縱。好啦，咁跟住咧就講啲實質嘅嗰啲罪行啦。第26節，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欲，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呢個同性戀啦，男人也是如此。戲列女人順性的用處，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咁男和男行羞恥嘅事到最後咧就當得報應。咁當得報應喺歷史當中咧，所多瑪俄摩拉就係咁咯所多瑪俄摩拉咧，佢哋同性戀非常之勁。咁呢個幾個天使就去到所多瑪，羅德接待佢，跟住合城嘅人聽到有客人嚟喎，咁想咧就即係呢個侮辱呢
啲男人喎，唔係女人喎啊。咁啊，羅德就話：我有幾個女喎啊，咁啊，不如頂住檔先啦，咁樣啊，唔好匪夷所思啊，頂住檔先啦嚇，唔好欺負啲客人啦咁樣。嗱，呢個係一個中東嘅文化。中東嗰種文化咧，睇接待係睇得好重要。接待差唔多係你嘅天職，係你當然嘅責任。你接待唔好啊，譬如一個客女啊，佢嚟到，你要俾水佢飲，俾餅佢食啊。如果佢死喺你門口咧，呢個係你嘅羞辱，呢個係你嘅責任。點解會有客女死喺你門口啊？你冇好好接待嘅咩咁樣啊？咁啊，所以羅德咧就要接待啊嘛，保護呢幾個客人，拱幾個女出去。啲女唔值錢。因為已經佢哋睇呢啲情慾嘅嘢已經係都冇乜嘢。都冇乜嘢㗎啦，呢啲好開放。好開放。咁咧就反而咧就而家唔係情慾嘅嘢，係你咁樣對客人不周啊嘛，你點可以咁樣嘅咧？咁所以呢個天火焚石就係佢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為當得嘅報應啊！咁我諗喺古代所多瑪俄摩拉啊，或者洪水啊，或者保羅嘅時代可能都有啲咁樣嘅一啲報應啊咁樣啊。咁啊查翻歷史可能都有嘅查下啦嚇。好啦，現代咁我聽人講啊，愛滋病點嚟咧？就係因為肛交而造成咧嗰啲愛滋病毒即係產生。咁呢個可能要睇多啲網上嘅資料，睇下真正假啦啊！我係咁聽啦啊，冇查證啊。咁愛滋病嘅發生就因為肛交。因為你知道肛交幾邋遢先啦，大佬啊，係咪啊？咁所以咧就自然嘅咧，係有一種清潔作用嘅我唔好講得咁白有清潔作用但係嗰度就冇清潔作用，嗰度係排廢物噶嘛，大佬細菌勁到飛起嗰度咁你點可以咁樣？點可以咁搞嘅？大佬啲細菌充滿細菌好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嗰陣時聽佢話愛滋病就係因為肛交帶嚟嘅神嘅俾佢報應好啦，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你放縱咁繼續去行那些不合理嘅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係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產生各樣嘅罪。所以保羅咧喺呢度咧，對於呢個所謂罪有一個非常之透徹嘅詮釋，由你唔認神開始，唔認神，你任憑放縱嗰啲嘅內心嘅虛妄情慾，跟住產生罪行咁所以呢一章經文咧，你可以話係對罪一個非常之幾全面下幾深刻下幾詳盡下一個描繪咁呢個就係罪。好啦，罪帶嚟最後咩咧？他們雖然知道神判定行這事的人是當死的，審判當死，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即係拉埋一齊死用我哋香港嘅術語，呢個叫做攬炒
大家一齊攬住死啊！咁啊，唔單止自己死啊，亦都攬住死啊！基本上撒旦就係攬炒噶啦。撒旦知道自己將來有一天要掟落火爐啊，佢知噶啦，啊神會審判佢，咁所以佢要攬埋好多唔信嘅人咧一齊去死攬炒啊！咁呢個就係呢個咁嘅結局啊。好，大家對於呢個福音其中呢個黑珠啊，黑色嗰粒珠啊，大家有冇咩問題？當中嘅原委啊，嗰個 mechanism 啊，好，咁如果冇問題咧，咁我繼續睇第二章啊。第二章，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為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嗱，呢度突然間咧話風轉咗，唔係講罪啊，唔係講審判啊，繼續引申發揮，係講緊你這論斷人的。嗱，首先我哋就要問啦，邊個喺度吱吱音字字浸浸喺度？係啦，咁樣嘅人渣呢啲啊，咩渣男抵死啦，啊落地獄18層添啊，上刀山海落油鑊就啱啦，咁樣一路字字入啊，呢個論斷啊，好啦，咁我哋畫一幅圖畫，就即係要理解下保羅啊。而家咧就解釋緊粒黑珠啊，五色珠啊，呢粒叫做黑珠，黑過墨汁啊，呢粒珠啊，一路喺度一路講咧，一路講啊。咁啊呢班友仔咧啊就死得噶啦，呢班友仔啊死梗啦啊，你就死實噶啦啊。咁啊側邊有啲旁邊可啊，旁邊可旁人啦嚇，旁人咧就喺度指指點點，係啦，抵死啦！呢個叫論斷。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喺呢個咁樣嘅保羅解釋緊粒黑珠啊，又神嘅憤怒啊，又罪啊，又審判啊，咩咁樣啊，一路解。咁我哋叫呢個叫做保羅，就叫 Party A。呢班友仔就叫 Party B。啊，呢度咧就要招呼因為嗰度係死角嚟，啲冷氣唔到，一定要加把風扇。吹唔吹得啊？新咁嘅，你又咁嘅，你坐過嗰度啦，嗰度吹到後邊啦，唔好坐咁邊啦。好啦，保羅呢個 Party A 就喺度猛議論緊呢啲 Party B 呢班友仔，跟住有個 Party C 就喺度字字就唔係啦，呢班人渣呢啲死得啊，落18層地獄啦咁樣。好啦，咁保羅而家喺呢度咧，一個我叫做回馬槍啊，回馬槍原本咧就喺度炮轟緊咧呢個 Party B 嘅，我哋唔知 Party B 係咩人啦，總之叫不義的人啦。咁但係而家有啲旁觀者，呢啲叫論斷人的人。咁而家保羅突然間呢個叫回馬槍，呢個叫
知唔知咩叫回馬槍啊？回馬槍即係話咧，一路咁樣打緊你，突然間一嘢反轉懟過去即係回馬啦嚇。好啦，咁而家保羅咧就唔再係講嗰啲不義的人啦，嗰啲講完啦，嗰啲死緊噶啦，保羅淨係講佢死緊啫，就冇講咧就人渣阿呂奇嗰句啦嚇，呂奇嗰句經典啊嚇，人渣社會敗類咩咁樣，咁而家咧你這論斷人的人，而家保羅唔係講不義的人啊，而家係鬧緊呢班。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為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其實你都係黑豬嚟嘅啫，同嗰班人冇乜分別嘅啫。C等於 B 你以為你好清高咩？你其實都係同佢哋差唔多嘅啫。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首先咧嚟到去 identify， 嚟到界定一下呢班不義的人係咩人，呢班論斷人的人係咩人咁咧就我哋揾呢個容易啲嘅，揾下經文。揾下經文，你這論斷人的人，你這論斷的人的人係咩咧？係咩咧？呢班係咩友嚟嘅？居然咁喺度論斷人，咁大言不慚，係嘛？人渣下流賤格用阿呂奇嗰啲説話講幾次啦阿呂奇成日講㗎啦。係咩人嚟㗎？呢班講咗呢班先，呢班係咩人？猶太人，冇錯。猶太人邊度知道係猶太人咧？你揾啲根據翻嚟聽，唔好亂猜。我哋睇下文2章17節讀嗰句啊。但是你2章17喎，你稱為猶太人，咩猶太人啊？但是你第一句係啦，你既稱為猶太人，係啦，你嗰部咩版本嚟？一樣啦，和合本。但是你係啦，修訂版，多咗兩個字好啦，你稱為猶太人，所以肯定呢班猶太人嚟嘅呢個 C。咁如果呢班猶太人B 君係咩咧？外邦人咯，咪希利尼人嗰啲咁樣外邦人啦，非猶太人。咁呢度咧，你對落去咧又似喎，因為猶太人就唔會唔認神嘅好醜嘅認下就算你心裏邊唔係真心嘅，咁樣都假冒為善，好似法利賽咁都有個樣啦。猶太人唔會公開話，唔係神創造天地嘅咁現代猶太人我唔敢講。當時喺聖經時代絕對唔會咁可能俾石頭掟死都唔出奇嘅犯摩西律法夠膽褻瀆神嘅名係咪？咁但係現代猶太人咧有好多唔信就唔出奇啦好啦，所以猶太人佢唔會咁樣犯罪嘅，呢個唔係猶太人犯罪嘅 pattern， 起碼佢唔會表面上唔榮耀神。跟住製造偶像，心理偶像唔敢講啦
亦唔會放縱到咁樣咁放肆嘅。外邦人就唔同啦，外邦人冇底線㗎嘛，係嘛？咁冇底線咁樣同性戀咁樣嘅，係咪？咁啊，所以咧，第一章所講嗰啲嘢，睇嗰個樣啊，係外邦人嘅罪行。咁但係而家咧，就係保羅講完第一章，跟住佢心諗呢班猶太人咧喺度論斷緊外邦人，於是乎話：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嘅罪，因為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和別人一樣。好啦，咁我哋睇下佢點樣同別人一樣啊！咁啊，慢慢睇下保羅點樣嚟到去話呢班猶太人啊！好，咁我而家就聽聽啲文，我哋睇一段好啦，咁就淨係睇呢個第1到11節啦。朋友，你哋無論邊個中意去批評人，都冇得狡辯嘅，因為其實你自己都做緊同樣嘅事啊。所以當你批評人哋嘅時候，其實即係話自己咁做都唔啱。我哋都知道，上帝一定秉公辦理嘅。你呢個人啊，一邊論斷人哋嘅罪，一邊自己亦犯緊同樣嘅罪，你以為能夠逃避上帝嘅審判咩？亦話你喺度藐視緊上帝豐富嘅慈愛、寬容同埋忍耐。你唔明白佢以慈愛待你，係為咗引導你悔改。你竟敢頑梗到底，唔肯悔改，你咁樣做只會叫上帝對你更加激氣。到佢大發異怒施行審判嗰時，你就自食其果啦。上帝一定會照各人嘅行為報應各人。對於嗰啲時時行善、努力尋求上帝所賜嘅榮耀、尊貴同埋永恆福樂嘅人，上帝會賜永生俾佢哋。對於嗰啲結黨爭利、唔服從真理、多行不義嘅人，上帝就會懲罰佢哋。佢要將患難、痛苦加喺一切惡人身上。首先係從猶太人開始，然後到希臘人同埋其他民族。但係上帝會將榮耀、尊貴同平安賜俾一切行善嘅人，亦都係先從猶太人開始，然後至到希臘人同其他民族。因為上帝係唔會偏待人嘅。好啦，咁呢度咧就唔係解釋緊嗰粒黑豬點樣黑，而係講緊咧你論斷人，你咧都會有審判。咁啊，所以咧呢度講罪行同埋審判，而家先講罪行，先講審判啊。第3節第2節，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佢哋，會有審判噶啊！你這人啊，你論斷行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點一樣咧？我哋睇到17節，我哋再睇下。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麼？一路都係講緊審判啊！還是你藐視豐富嘅恩慈，神嘅恩慈、寬容、忍耐，不曉他嘅恩慈係令你悔改咧？咁所以神係俾機會你嘅，不過啲機會係要你悔改。咁所以而家神唔審判你住，唔代表冇審判，係等你竟任着你剛硬不悔改嘅心，為自己積蓄憤怒，以致神震怒，顯他公義嘅審判嘅日子來到。咁所以同上邊所講外邦人其實差唔多喎。剛硬不悔改，要講佢哋剛硬不悔改喎。
光顏不悔改，咁咪好似呢個任憑咯，咁你要刻意咁樣，咁神就係任憑你呢個光顏不悔改，唔肯悔改嘅心，為自己積蓄神嘅憤怒，嗰度有神嘅憤怒，你呢度都有神嘅憤怒噶喎，你唔好以為神淨係對外邦人憤怒喎，呢啲係猶太人㗎，呢啲人。咁所以呢個講法咧，同上邊嗰啲講法差唔多喎，以致神震怒，顯得公義審判日子來到，他必照各人嘅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行善嘅，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嘅，就以永生報應他們。咁所以神嘅俾人嘅報應，就你做得好，永生；做得唔好，唯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就以憤怒惱恨報應他們。所以有審判有報應嘅，將患難困苦加給係作惡嘅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人。所以得救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人。審判亦都係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人。審判係從神嘅家開始，咁所以咧，先係猶太人，卻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嘅人，亦都係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人。因為神不偏待，神係好公平嘅，好公平。你行善有永生，你行惡有報應審判。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就對於呢班旁邊可喺度論斷人咧，保羅一個回馬槍追佢哋，咁扮到佢哋體無完膚，扮到佢體無完膚。咁所以咧就好啦，時間夠咁我哋今日停呢度咁下次咧就繼續講埋呢一嚿，呢嚿仲未人講完㗎，仲未鬧完㗎，咁好多嘢鬧嘅呢度咁所以咧我哋就停喺呢度。好，咁大家有冇咩問題提出嚟？關於呢個外邦人嘅罪，猶太人喺度論斷外邦人，招致神嘅審判，淨係講審判先猶太人嘅罪未講。好，咁如果冇問題咧，咁我哋就今日停喺呢度好啦，咁請阿新華啦，帶領我哋有個禱告結束啦。即係感謝讚美你，感謝你即係讓我哋咧睇到保羅教導，讓我哋喺信德裏邊咧，我哋要學習。原來我哋信心之後，我哋要加上我哋嘅德。我哋都求你繼續去牽引我哋嘅心，讓我哋咧都有呢一個嘅覺悟，讓我哋咧可以真係可以喺我哋嘅行為裏邊，我哋可以榮耀你。我哋都求你即係繼續去紀念，願主你嘅話語咧喺我哋嘅心中裏面扎根。我哋咁嘅禱告係奉我哋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好，拜拜。好，拜拜啦。